吃在澳門。食物的來源：澳門地少人多，生產的食物不多，食物主要從外地輸入。我們常吃的稻米、蔬菜、禽畜等食物，以中國內地進口最多。冷藏肉食和罐頭，除了從中國內地輸入外，也有來自澳洲、美國等地。供應食物的地方：我們日常可到街市或超級市場購買食物。如果想出外用餐，選擇很多，有提供世界各地美食的食肆，也有供應中式或具本土特色食物的酒樓和餐廳。食物安全：市政署會檢驗從外地入口的食物，監察生產和售賣食物的地方，確保本澳供應的食物安全衛生，保障市民的健康。